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3款雞腎嘅食譜。我哋買咗1盒雞腎，有600 gram。首先沖走啲血水，搣走啲肥膏，洗乾淨佢。有時會有一層深黃色嘅好鞋嘅皮，要撕走佢。如果唔係就好苦噶啦。跟住就要醃30分鐘，鹽1.5茶匙，胡椒粉半茶匙，五香粉1.5茶匙，麻油1茶匙，最後就是慶酒1茶匙，撈勻佢，跟住用保鮮紙包好擺落雪櫃。首先第一個餸係菜心炒雞腎，菜心嘅份量隨你中意，搣走個花粒，浸洗2、3次。因為我買咗好大棵嘅菜心，所以我會切開佢。記得浸菜嗰陣要落2茶匙鹽落去浸。跟住切2片薑，落啲油落個鑊度，用中大火爆香啲薑，跟住落200 gram 雞腎落去，每邊煎分半鐘。多謝你哋睇我哋條片啊！如果你鍾意我哋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同埋 ring 個 bell 啦。跟住就炒一炒啲雞腎，落埋啲菜心，跟住落1茶匙糖，炒1分鐘之後，落50%水，跟住冚蓋煮6至8分鐘。最後落大半茶匙鹽，炒勻咗就可以上碟噶啦。跟住就係第2味餸。氣炸雞腎，首先擺200 gram 雞腎落氣炸鍋，鍾意鹹啲嘅話，可以撒啲鹽上去先焗，用200度焗12分鐘。最後5分鐘嗰陣，打開佢搓一搓，跟住撒啲孜然粉落去，跟住就閂埋佢，焗埋呢5分鐘。搞掂食碗麵，戳下去就可以擺埋上碟噶啦。跟住就係第3味，用電飯煲煲雞腎雞粥，呢個係2至3人嘅份量，4份3粒米，水係10倍，所以落1120毫升，仲有2片薑，同埋落埋啲雞腎，擺落個飯煲度，再煲粥模式較個半鐘，跟住就洗乾淨2塊雞扒，剪咗條骨出嚟，再剪細塊。我
大半茶匙鹽同埋少少胡椒粉，撈埋之後醃30分鐘。飯煲整翻20分鐘，就落埋啲雞落去。搞掂，落大半茶匙鹽落去，攪勻佢就食得㗎啦。最後你可以落啲蔥花落去，會更加好味㗎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